饭吃到一半，儿子打电话来着，是个孙子发寒热，现在还想让我赶到儿童医院去。把孙子比起来，弥漫了、闭嘴了、金饭碗了，一切侪是浮云。苏州唯一一家搭3人看慢病的医院单子，2年之前，平台3楼主任去观察，蹲了1幢楼里向，整整数至1个礼拜，我差他子我3个号头的工资，还是辣海我搭烂楼1人1半的情况下头。所以讲，辣海中国，永远跟大队必须身体健康，慢病一上才还自愿活动。看看一个个白衣天使，猪太后头的不是阿达仙子，是血盆大口。当然了，遇到还是没办法，大家为此混口饭吃吃。Hello， 阿姨呢？哎呦，弟弟呀！哎呦，辛苦。昨日3日追到天，今朝海底。耶，父啊，那讲脱着啦啊！这个龙我出门要报了字。我跟你讲，吃得邋遢，做得不煞。哎，那场一生病也漂亮了，一生病也像妹妹，上台的啊。那个是儿童医院2楼，也4块钱。动物园也没一档第2，学堂里向也没一档第2。哎呦，谁让多少侪是衣裳长得太多，呕出来的慢病，脱2件衣裳，起码可以晒脱一半病人。再改温度18度，长得也面孔。哎呀，发寒热还要发神经病哇！谁说生慢病，还看是看，还是你最漂亮？医病美人，总算要带你的。哟，弟弟呀，也进去这位，经期的挂水啊，炎症指标高。自己去改动的。现在那些的走吧，走也不容易噶，非得3哪分动的，为要医药费。呀，囡囡啊，为要高数嘞，你3个动个脑，现在开始挨摘，哎呦，把钱掏下来，17块5个包，臭他！来那个昨日上都用他几百块钱。昨日知道我配置不再摇嘞。东西点水一口，1年天起码吃上2瓶水，准备还100块你也不是，后日发太也太他。小红书